湾的主顶心灵之王台中的好爷，边啊阁有惠山的樱花，随着市面的乐奖开始成型。这是中台湾元宵灯会3分钟的主顶表演。 中虎爷他其实照顾着大地，照顾着子民，照顾着12生肖。那大家在这个大地慢慢复苏苏醒的同时，能够一起来起舞。 文心森林公园分做5个灯区，超过40座灯组，其中有环境友善议题，阁有12生肖的动物灯点。另外，上趣味的好价好位区，嘛有真趣味的设计。那其实这是一种比较酷手、比较诙谐逗趣，也希望能够颠覆大家觉得说，哎，老虎老后的，那跟他恰牙牙哈，非常非常的威武凶猛的印象。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跟他说一些不一样的故事。 庆元宵中台湾的元宵灯会，欢迎大家做回进入心灵的梦幻旅程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